其实我觉得单亲家庭也蛮好的至少每天不会常常吵架的声音，一个巴掌拍不响的。你爸妈又吵架了吗？又为了你爸的发财梦在吵吗？不是的，为了我的发票。发票？中200万的发票被我爸弄丢了。弄丢了。你爸说的吗？可是我听到的是，你爸把发票送给了他的老婆。什么？工人们之间都传遍了啊，他们来店里买东西都会讲，说拉的老婆带着小孩来给你爸磕头，谢谢你爸送了他们200万。那个小孩好像还有唐氏症，还说拉死之前一直对没有办法还跟普隆宫借的手术费2万块感到很抱歉。普隆宫是谁啊？跟你爸有关系吗？工人们还开玩笑说，你爸是为了不要借其他人钱，故意把200万的发票给了人家，这样就没有人敢跟一个要自己养小孩的寡妇借钱了。你是骗你爸，你是骗你的200万。好啦好啦。